大家記唔記得細個住舊唐樓嗰陣，突然之間成棟樓停電，四周圍黑開，死寂一片。你一個人企喺後樓梯，突然聽到樓上傳嚟一陣沉重嘅腳步聲，一步一步向下行。嗰種睇唔到對面係乜嘢人，又無路可逃嘅壓迫感，真係少啲膽量都會飆冷汗。偉哥點解一開波同你講呢種感覺？因為呢一種壓抑到令人透唔到氣，只可以望住面前嗰六牆嘅感覺，就係今日我要同大家拆解嘅主角。日本一蘭拉麵最引以為傲嘅所謂未集中系統，即係大家俗稱嘅自閉座。大家去日本旅行，10個有9個都實排過一蘭，食完仲要打卡影相，覺得自己好識食。但係你以為你真係去嘆緊一碗匠人精神嘅拉麵？錯啦，大佬！背後隱藏住嘅根本就係一場極度精密嘅心理操控同埋掠水陰謀。你以為咁就完啦？錯啦，大佬！更黐線嘅事仲喺後頭。講起一蘭，我哋要將時間推返去60幾年前。1960年，有對老夫老妻喺福岡開咗一間叫商業拉麵嘅街邊檔。佢哋首創將啲秘製紅辣椒醬放喺拉麵正中間，嘢味到不得了。食客食完一個傳一個，慢慢就出咗名。後嚟兩公婆年紀大，想退休，有個熟客自動請纓話想接手。呢個客就係後來一蘭嘅社長吉富學。吉富學一接手，成盤棋就變晒。佢一開始玩會員制，搞到神神秘秘咁。到咗1993年，佢喺福岡開咗第一間正式嘅一蘭拉麵店。呢個時候，佢發明咗一樣震驚全日本飲食界嘅嘢，就係頭先講嘅自閉座。大家諗深一層，點解好地咁食碗麵要揾幾塊木板將你圍住？跟住落嚟發生嘅事，真係電影都唔敢咁拍。官方話就話日本女人面皮薄，驚去拉麵鋪食麵加大蒜或者加大麵底，會俾人笑係大食壞，所以整塊板隔住，等你哋可以專心食麵，唔使理世俗嘅眼光。聽落係咪好貼心，好有大和民族嗰種無微不至嘅服務精神？但係偉哥同你講，呢啲全部都係包裝出嚟嘅遮羞布。你坐低之後，前面仲有一塊簾，掂完上面嗰陣先會掀開一半，你根本連對面條友個樣都睇唔到。點餐自己填紙，要加水自己斟，全程唔使講一句說話。你以為自己享受緊寧靜，其實你係跌入咗佢哋一環扣一環嘅算計裏面。你以為呢種自閉式設計只係為咗搞噱頭？你太天真啦！真正恐怖嘅掠水機器而家先至啟動。既然你睇唔到臉後面係咩人，咁一蘭仲使乜請啲識得鞠躬如一、笑容滿面嘅日本傳統服務生？日本好多餐廳都唔請染金毛、有紋身或者唔識講日文嘅外國人，但係一蘭完全冇呢個煩惱，因為塊簾遮住咗。佢哋可以大量聘請廉價嘅外國留學生金毛爛仔去試面，人工平一截，客又投訴唔到佢哋態度唔好，因為根本連樣都見唔到。加上你坐喺自閉座，左邊右邊都隔住塊板，你想同身邊個朋友吹兩句水都難，冇得傾偈。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低頭搏命食，食得快，翻台率自然就極速飆升。普通拉麵店一日翻幾轉，一蘭隨時翻幾十轉。結果係點？一般日本餐廳利潤率得5%，一蘭高達15%，賺到盆滿缽滿。大家食花生食得開心，就俾個熱推當買飛入場啦。下面高潮馬上到，疫情爆發之後，遊客絕跡，一蘭嘅生意插水式暴跌。為咗救亡，佢哋竟然諗出一條絕世好橋，就係推出天價杯麵。一碗一蘭杯麵賣到490日元，即係成30幾蚊港紙。你滿心歡喜打開，以為入邊有靚叉燒、有溏心蛋，點知一沖熱水，除咗麵同湯，連一粒蔥花、一粒肉碎都揾唔到，成碗麵寡到好似和尚食齋咁。官方解釋話係為咗等大家品嚐到拉麵最純粹嘅味道，所以故意唔放任何配料。哇！呢個解釋真係兜到連火星人都覺得牽強。你以為啲客會買單？劇情嘅發展絕對超出你嘅想象。我見到網上好多日本網民都留言痛罵，話賣490日元太貴，根本係搶錢。仲話以前生意好，全靠賺中國遊客錢，而家執笠都係抵死。其實偉哥同你講，從物極必反，天道輪迴嘅老一輩宿命論切入去睇，
呢個世界邊有長勝將軍？你當年靠食盡人性弱點，靠縮減成本賺到盡。當你將所有嘢推到極致，將啲客當成流水線上嘅水魚，天道輪迴，報應遲早會出現。一蘭當年點樣瘋狂擴張，今日就點樣承受惡果。你以為俾網民鬧兩句就係最低谷？錯啦，大佬！真正致命嘅一擊，令到成個一蘭帝國搖搖欲墜嘅事，而家先至揭曉。因為個天價杯麵口碑太差，啲經銷商賣唔出，梗係想減價促銷啦。但係一蘭死要面，覺得減價會影響品牌形象，竟然向經銷商施壓，唔准人哋減價。結果搞出個大頭佛，被日本政府指控違反反壟斷法，要俾人查水錶。最後仲要跪低寫檢討書，承諾以後唔敢再犯。堂堂一個拉麵帝國，搞到要寫悔過書，真係肉酸到無眼睇。但係最攞命嘅仲未算，社長吉富學當年為咗獨霸市場，將成套美集中系統申請咗專利，唔准其他人抄襲。但係專利期限只有20年，啱啱好喺2023年8月就正式到期。即係話，由嗰一刻開始，全日本甚至全世界嘅餐廳都可以光明大正咁抄佢個自閉座，抄佢個點餐系統。一蘭最引以為傲嘅護城河，一夜之間灰飛煙滅。接落嚟嘅轉折，你絕對估唔到，偉哥馬上同你大結局。講到底，做生意同做人一樣，千祈唔好賺到盡。一碗本來充滿人情味嘅街邊拉麵，被資本包裝成冷血嘅賺錢機器。最終反被機器吞噬。時代變啦，啲客都證明咗，冇人會永遠甘心情願做水魚。大家下次再去日本行過一蘭門口，望住入邊嗰一排排黑爐爐嘅自閉座，可能就會醒起偉哥今日同你講嘅呢番說話。入邊坐住嘅究竟係品嘗美食嘅食客，定係資本刀下嘅韭菜呢？想聽更多江湖秘聞，記得黐實偉哥。我哋下期再見。